港警察暴力执法，更多铁证曝光。20多名香港警察昨天在旺角弥敦道率先挥舞警棍，对持伞黄玉的站中人士疯狂攻击，甚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喷洒胡椒喷雾，连在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也遭到毒手，被外国媒体拍了下来，在網路瘋傳。香港警察更多暴力執法的實證也陸續曝光。個示威之前整件嘅態度係我可以稱之為瘋狂。好似我哋做咗一啲好危險嘅事，將會發生一啲好危險或者我哋係恐怖分子嘅。大把人影相㗎啦已經。喺過去2個多3個星期，警方以極度容忍嘅態度嚟處理示威人士嘅非法行為，非常之遺憾，佢哋仍然依然故我，甚至變本加厲。這名大學生眼睛通紅，則是遭到警察硬扯眼罩，近距離噴灑胡椒。一名20歲男子的頸後傷痕是遭到警察拉扯所造成。這麼多鐵證如山的傷者照片，除了更顯示香港警察暴力執法的正義，更凝聚站中民眾無所懼爭回彌敦道的決心。這些民眾為了爭取真普選，就像整盤全是小豬的棋盤，繼續捍衛着站中的核心價值。東新聞綜合報道。